好多想返中山買樓嘅香港朋友都會好糾結，究竟係揀東區定係石岐區？一個係中山嘅行政中心，一個係中山嘅百年城區，睇落去都好吸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sie。今日我會結合返香港人最關心往返香港交通、轉手保值、生活氛圍、房價、上車門檻，一次性同大家講透中山呢兩個板塊。無論你係買嚟退休養老，定係剛需上車，睇完可以直接對號入座。中山東區作為中山行政中心、市政配套嘅集中地，道路非常之寬闊，綠化率非常高，並且規劃新，城市界面乾淨現代化，屬於中山高端居住板塊。而石岐區係中山800年歷史嘅老城核心區，屬於中山原發地，煙火氣非常之濃郁，好多傳統商圈、老字號美食、老牌嘅名校、市場茶樓都集中喺呢一邊。咁我哋先睇一睇房價。東區嘅房價梯度就比較齊全，核心區域房價單方係15000到2萬每個方，外圍板塊大概係1萬出頭，覆蓋剛需、改善、豪宅，選擇面比較廣。而石岐區亦都係目前中山重點發展嘅石岐經濟總部片區，主城核心偏改善，有幾個第4代住宅，新房均價單方大概係18000到2萬5一個方，總房價200萬起，而外圍亦都有單方8到9000蚊一個方嘅執樓盤，比較適合預算比較有限啦，想低成本返大陸退休養老嘅香港朋友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再睇一下教育配套，學位配套直接影響樓盤保值同埋轉手能力，呢樣對投資同日後嘅放盤非常之關鍵。兩個區都係公辦名校集中，整體教育資源都比較紮實。東區有朗晴小學、雍景園小學、香山小學、市一中等優質公辦學校，學位選擇比較多，認可度亦都非常之高。市場上一直都係熱門嘅搶手板塊，以後想放盤會更加容易啦，流通性會更加強。咁石岐區有楊先日實驗小學、石岐中學等老牌名校，文化底蘊比較深厚，同樣有穩定嘅學位需求，二手市場亦都有一定嘅承接能力。總結一句，如果想二手更加好轉手，流通性更加強，保值更加穩，東區教育配套會更加佔優勢啊！我哋再嚟睇一下兩個板塊嘅商業居住氛圍。東區有比較高端嘅商業體，例如 Coco City、遠洋廣場、紫馬嶺公園等大型嘅市政配套公園，環境都非常之安靜舒適，適合中意清靜啊、追求高品質生活嘅家庭。咁石岐區就主要有一啲大牌嘅老字號商業體，例如萬象匯、大信、孫文西步行街，但唯一唔好嘅地方就係啲路會偏窄，並且部分係單行線，上落班高峰期道路就會比較擁擠。最後一個亦都係各位香港朋友非常之關心嘅問題，就係往返香港嘅便利性啦。東區片區規劃相較石岐區會新啲，亦都意味住呢個片區嘅道路會更加闊落，去深中通道入口以及新中山港客運碼頭會更加近。如果你平時會港車北上，並且中意揸車出街，更加中意坐船往返香港，東區會更加適合你。而石岐區城際嘅交通會更加便利，石岐區有廣珠城際鐵路中山北站，坐高鐵接駁香港西九龍站會更加方便。總結一句就係經常自駕深中通道，建議揀東區。平時以鐵路往返為主要嘅交通出行方式嘅話，石岐區會更加方便。最後，我哋嚟做一個總結。如果你經常港車北上，自駕走深中通道，又或者係改善型家庭，中意新城區安靜環境同埋優質城市界面，注重轉手流通性同埋保值能力，想教育配套會更加強，更加容易放盤，並且預算相對充足，想入手中山高端居住板塊，咁東區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。如果你中意老城區嘅煙火氣，中意飲茶食飯行街嘅生活，唔想成日揸車，預算又有限，又想低門檻上車城區或者養老自住，睇重生活嘅便利性、醫療配套等等，並且又中意老城區嘅情懷，咁石岐區絕對係一個非常之適合你嘅選擇。最後提醒一下大家，中山城區兩個板塊都有各自嘅優勢，冇絕對嘅好壞，只有適唔適合你。
如果想攞到東區最新嘅房價表、香港人買樓嘅流程清單、往返香港交通攻略，可以直接私信我，我免費發俾你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